最近資助房屋市場開始見到幾種唔同嘅心態同時出現。將軍澳恩明苑最近有單位原本開價380萬，其後反價15萬，最後仍然獲買家以395萬承接。但另一邊，上水彩蒲苑有業主持貨9年，最後帳面仍然蝕超過30萬。而沙田愉翠苑一個單位，即使錄得581萬成交，原業主最後同樣要蝕讓離場。對唔少自住買家嚟講，而家揀居屋睇嘅已經唔止係樓價升跌，交通方唔方便，供款壓力大唔大，屋苑環境適唔適合長住，開始變成更多人真正關心嘅事。而另一邊，近期銀行按揭審批時間亦開始拉長。有市場消息指，部分個案等咗接近6個星期，銀行都未完成批核。背後其中一個原因係部分業主開始重新留意現有按揭安排。隨住部分屋苑股價慢慢回穩，有業主開始重新比較利率、供款年期同埋轉按安排，希望令之後供樓壓力更加穩定。有人想趁機入市，有人想重新安排供款。而家大家關心嘅已經唔止係樓價，想留意最新嘅資助房屋資訊，歡迎訂閱公居訪視。